来看来台湾拍职业篮球的前 NBA 球星魔兽霍华德，今仔是去宜兰的东二国小，介绍小朋友来讲故事哦。嘛，甲因做伙拍篮球，学校嘛准备传统泰雅族的原住民食食来招待霍华德。老师佮学生囡仔是拢真欢喜。 学国小的师生跳传统泰雅族的舞蹈，热烈欢迎即下名称魔兽霍华德到位。魔兽拢袂结派头，热情的甲学生囡仔一个一个吸手，看囡仔的表演都要用手机记录，不时嘛对节奏摇一下。 摕英语故事册讲故，互囡仔听，佮唱歌，让囡仔欢喜。霍华德互现场充满欢乐的气氛，所以就甲囡仔去球场做伙拍篮球。即届东澳国小学校特别穿澎湃的泰雅原住民背戏餐款台的霍华德，体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。魔兽进前嘛担任来去总统府带一枚的体验活动宣传大赛。佮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听讲引起中国的不满。 Since I came to Taiwan, I'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. I think that, well, first of all, I offended anyone in China, anybody, you know, I apologize. 霍华德看起来心情无受影响，参加活动时阵也是保持好心情。主办单位是讲，这届上届主要是做公益，替庄凯囡仔加油鼓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